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5日，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上帝。我们要透过今天的经文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荣耀君王就要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。我们将今天一起来摆上，也一起来献上。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《荣耀大君王》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将你的光照亮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毫无隐藏。打开我们的心，我要看见你的国度就在这里彰显，将你的光照亮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毫无隐藏。打开我们的心，我要看见你的国度就在这里彰显。在你光中，我的见光，在你里面有丰盛盼望。荣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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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前大君王，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，欢迎你在我们中间。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，你是配得荣耀大君王。在你里面有丰盛盼望。荣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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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界大君王，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，欢迎你在我们中间。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，你是配得荣耀大君王。荣耀荣耀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，欢迎你在我们中间。荣耀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，你是配得荣耀大君王。荣耀耶
耶稣，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是配得荣耀大君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向你敬拜。主啊，你是配得荣耀的大君王，因为你先拣选我们，不是我们照着能力来做，而是你先拣选。主，感谢你，就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将自己摆上，因为你拣选我们了，你的光照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毫无隐藏。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打开我们的心，来向你来赞美，来向你来敬拜，也来当中将我们自己来摆上。主啊，愿主你在当中，你要让我们也跟你一样成为圣洁，因为你是圣洁的上帝，你是圣洁的主，在当中也让我们去经历你。主啊，我们要将这些都仰望，都摆上，愿主你的恩典充满在这当中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你的带领，恳求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，献上我们的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3月5日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诗篇第45篇第1节到第17节，是45篇第1节到第17节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。我心里涌出优美的言辞，为君王朗诵诗歌。我的舌头像作家流利的笔。你在万人中最英俊，你的谈吐温雅。上帝永远赐福给你，伟大的君王，配上你的剑吧，你满有荣耀威严。为着维护真理正义，在威严中勇往直前吧，你的力量将使你所向无敌，你的剑锋利，射穿仇敌的心窝，万国都屈服在你脚下。上帝赐给你的宝座永远长存，你以公平掌权，你喜爱正义，憎恨邪恶，因此上帝，你的上帝选立了你，使你饱受喜乐，远超过别人。你的衣冠散发没药、沉香、肉桂的香味，在象牙宫里有乐师为你弹奏悦耳的弦乐，在你嫔妃的行列中有各国的公主。王后戴着纯金的首饰，站在你宝座右边。君王的新娘啊，请听我的话，忘记你的本族和亲属吧。你的美貌会使君王恋慕，他是你的主人，你应该顺服他。他有人要来向你进贡，富足的人要讨你的欢心。在宫室中，公主多么美丽啊！她的衣裳用金线绣成，她穿着锦绣华服，被引到君王面前，陪伴着她的宾相们也蒙引荐，他们都欢欣快乐，一起被引进王宫。我的君王啊，你将有很多子孙继承列祖的王位。你要立他们统治全世界。我的诗歌要使你的声誉永垂不朽，万民要永远歌颂你。今天的经文在诗篇第45篇第1节到第17节，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当我们在看这些诗篇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，它的文字很漂亮，用很棒的文字来在描述，来在歌颂上帝，来在诉说一些事情。当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，也让我想到，好像我们在用的不同的圣经。当我们用和合本，当我们在用现代中译本，当我们用不同的来读经的时候，会发现，好像不太一样。虽然都是同样的文本来翻译过来，但是当我们很平白的把它带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那个意思，但是有时候那情境出不来，或者是没有到那么美。当我们用和合本在看的时候，它的言辞非常的美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却进不了那个情境里面。所以当中，当我们有时候可以用很漂亮的话来讲的时候，有时候人家会听不懂。然而在当中，当慢慢的我们把人家带到那个境界的时候，能够懂了，也能够进入到那个境界当中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些人，我会说他文字写得很棒，因为他能够用许多的方式来讲某一件事情，来把这件事情描述了出来。而在当中，我们一样在讲同一件事情，但是有时候会发现，好像没有办法讲得那么漂亮，虽然大家都懂。所以当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也是如此，当我们在读的时候，也让我们慢慢去读，也让我们慢慢带出那个情境来，也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的意涵。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进入到那里面，把经文读懂了，也能够读出里面上帝要给我们的内容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在第45篇这边第1节讲到说，我心里涌出优美的言辞，为君王朗诵诗歌。所以当中，当我们能够这样读，我们能够更明白它，我们可以带出更漂亮的意涵在当中。而当我们的舌头能够像作家流利的笔，把它诉说出来，其实在当中也可以看到说，当我们在分享一些事情，大家能够更听得懂这当中在讲的所带出来的。在当中，当我们能够断句断得漂亮的时候，大家能够更明白这意义是什么。所以当我们在读经里面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在读一首诗篇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去断句，怎么样去朗诵出来。而在当中他讲到说，从心里涌出优美的言辞，而这样的心里涌出的是上帝的感动，是圣灵的感动，是我们内在生命所带出来的。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看见这世上的事情，在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，也能够在当中去看见我们生命有没有这样的言辞出来。不管是什么样的言辞，是不是发自我们的内心，而这样我们能不能用出很棒的言辞来赞叹上帝，来赞叹这世上我们眼前的事情。所以这也是在挑战着我们在信仰当中，我们有没有让上帝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在这首诗篇当中可以看到的是，他还颂赞着君王的婚礼，在当中也在看到的，他还颂赞着弥赛亚的来到，在颂赞着上帝的作为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的舌头是要做什么的？就像雅各书在说的，我们的舌头是要来赞美上帝的，还是要来咒诅这世上的事情。所以当中，当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有上帝的带领，有上帝的作为在当中，当我们看到眼前的这些事情，很自然我们就能够从心里面来涌出这优美的言辞。而这优美的言辞在赞叹的君王，这优美的言辞在赞叹着上帝的作为，也在赞叹着上帝的救赎。所以在当中，当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经历上帝的带领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所说出来的，我们的祷告也能够像诗篇一样，如同这样诗歌，而在当中所带出来的，也能够影响着许多的人。所以他说，我心里涌出优美的言辞，为君王朗诵诗歌，我的舌头像作家流利的笔。所以当我们不断的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办法像这样的去做这样的事情，而我们所读的经文才有办法这么流利的去把它读出来。就像作家流利的笔，当作家在写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会希望人家不要打断他，
因为在这诗句当中可以一直下去，这个下去。当在写作的时候有这样情境出来，他可以在当中一直写下去。而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，当你打断他的时候，那情境断了，接下来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接续下一个。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当我们没有那么流利在读的时候，会发现那个情境一直出不来。但是当我们一直读，一直读，读个3遍、5遍、20遍、30遍，你会发现那个情境一直在加添，一直在加添，再带出来上帝要让你看见的。接着说，你在万人中最英俊，你的谈吐温雅，上帝永远赐福给你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会发现有很多的赞叹，有很多的赞美，有很多的祝福在当中。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怎么样去祝福这个君王？当我们看见基督的来到的时候，不管是接下来我们这个月要进入到受难与复活，或者是在年底当中我们要进入到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君王的临在？当基督来到我们当中，当耶稣怎么样来带领你的生命？所以他说你在万人中最英俊，在当中比较上就是已经带出来是最显眼的那一个，而在谈吐当中是最有内涵温雅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会觉得外表那个脸的长相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在你的身上所散发出来的，在我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，你怎么样让你显眼？不是去矫揉做作，而是在生命当中自然的散发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个人，也不是说他的脸长得非常帅而已，长得非常好看而已，而是在这生命当中，你怎么样来活出来？所以这边也讲到说，你的谈吐温雅，在我们的言辞，在我们的用语当中，我们怎么样带出来这些？其实这里面也看到上帝的祝福在他身上，这里面也看到上帝怎么样来带领这个君王。其实也让我们回来看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是不是跟随着这个君王？其实以前在读的书在讲到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其实很容易被染色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当我们浸泡在上帝的话语当中，当我们进到上帝的家庭里面，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面被上帝来使用，被上帝来带领，被上帝的话来充满，浸泡在上帝的话，浸泡在这些诗歌当中，我们的生命持续的被调整。所以他说，上帝永远赐福你，上帝永远与你同在。当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上帝也永远赐福在这当中。在44篇的时候也讲到说，所遇到这些事情，上帝为我们出手，最主要是上帝喜爱你们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因此他说，在当中上帝要永远赐福给你，伟大的君王配上你的肩膀，你满有荣耀威严。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，并不是我去征战了许多，我做了什么事情，我多么厉害，最重要的是上帝在这当中，上帝永远赐福，在当中也是上帝的同在。所以当他佩戴这样的刀剑的时候，当他要去征战的时候，当他要去迎娶的时候，当他在世人面前的时候，他很有自信的站出来，他很有自信的去下这些命令，他很有自信的去面对这一些，是因着上帝与他同在，让他很有自信的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都在上帝的掌权当中。所以伟大的君王背上你的肩膀，满有荣耀威严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君王好像风采很，在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上帝与他同在？因此当他这样带着这些的时候，为着维持真理正义，在危险中勇往直前吧，带着上帝的话语，带着上帝的力量，在当中来处理这所有事情，你的力量将使你所向无敌。所以当君王来到的时候，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，也是如此。他所做的不是依靠自己，而是上帝的能力在当中。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耶稣很厉害，我们都觉得谁很厉害。但是有没有看到，其实耶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都是先回到上帝面前来。
让上帝来带领他回到上帝面前来求告上帝的名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不论是大卫、耶稣或等等许多的君王，当他们这些君王是受祝福的，因为他们先来到上帝面前，因为在上帝先拣选他们，所以他们领受了这一些，他们很自然的常常来到上帝面前，将自己摆上，上帝也祝福在这当中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是什么？当我们在读旧约的圣经里面的时候，会有看到有很多的人是为着自己，而也有很多的君王是为着上帝的公义，所以为着真理，为着正义，在威严中勇往直前。所以这是一个鼓励，这是一个肯定的话语，这是在当中也看到上帝的能力在当中。所以不是靠着自己，而是靠着上帝。上帝与他们同在。所以当射出了每一支箭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会讲到说，有一些箭这样射出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不用射出太多支，一支就已经达到那个目的了。上帝透过某一个人射出了箭，就射到了某一个人的身上，某一个人的脚踝，射到那个人的致命伤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是用很多自己的方式，然而这当中讲到说，这样的君王，你的箭锋利，射穿仇敌的心窝，万国都屈服在你的脚下。因着上帝的带领，他能够去经历这一些。所以当中我们有时候再往前看，这世代并不是有这样的刀剑出现，然而用他的话语，用话语来收服人心，用话语去损害人心。在当中我们看到现在有许多的征战也都是如此，用这许多话语来欺骗，用许多的话语来让你来跟随。所以在这许多事情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是不是都回到上帝面前？当我们愿意让上帝来带领的时候，这些事情上帝都有他的心意在。而在这样目前我们看到这世代的许多攻击都在你的心，你的心愿意怎么来跟随，你的心要怎么样来跟随。所以当这个君王他愿意顺服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上帝赐给你的宝座永远长存，你以公平掌权。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如此，我们都期待很多东西掌握在我们手中，但是当我们将自己的手交在上帝的手上，让上帝来带领的时候，会发现这一切的事情是更加的有这样的恩典。所以在这个国度当中，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以上帝的心意来带领。这样的国度，它能够保持它的宝座，它的位置，在他们的家族，也就是他们能够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。所以让我们回看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是不是回到上帝的面前？虽然这边在讲君王，那我们呢？我们何尝不是因着基督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孩子？因着基督，我们也有这样的位分；因着基督，我们也要进到这样位分当中。而在这里面，我们是不是照着上帝的公平、上帝的公义来做这许多的事情？在当中，在歌颂这样君王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要来开口？来赞美上帝。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诗篇的时候，也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赞美他，来赞美这个君王，来赞美这个弥赛亚。所以当我们今天经文用弥赛亚的眼光来看的时候，会发现这也是上帝差遣他来到我们这当中。你喜爱正义，憎恨邪恶，因此上帝，你的上帝选立了你，
使你饱受喜乐，远超过别人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害怕世人的眼光，我们都害怕这个事情做了会不会怎么样，我们该如何该如何。但是我们忘记了，我们更应该回到上帝的面前。你喜爱正义，憎恨邪恶，这也是我们的态度。在讲到说，这个君王的态度是如此，所以他愿意将上帝的标准放在自己的身上，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自己，用这样的方式在治理这个国家。这是我们生命的态度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他能够做这样的事情，并不是因着他的喜好，而是回到上帝的面前，让上帝在他的生命掌权，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去爱我们身边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国家，这些在位者，他们有没有爱人的心？有没有照着公平正义来处理？当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是让我们先回到这里面去，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，将上帝的公平正义，将上帝的心意放在我们生命里面。所以看到这当中，也看到其实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都被很多的国家的君王在位者所讨厌，因为我们指出了错误的事情，我们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说话。当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势必要先回到上帝的面前来，并不是在当中去做什么样的事情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引用圣经，但我们没有顺服圣经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圣经怎么说怎么说，但是你信吗？所以在当中我们需要是我们信上帝的时候，这些话语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很自然的会活出这样的生命，喜爱正义，憎恨邪恶。上帝选立了这样君王，当我们这样做，我们也能够被上帝所拣选。所以他说，当他的生命是如此，上帝拣选了他，拣选了这样君王，使他饱受喜乐，远超过别人。其实许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摆上的，我们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我们是需要来到上帝面前，将自己献上。所以圣经里面在用的词常常是两种相对的词，正义与邪恶。我们在当中，我们怎么去经历这一些？在过去这些君王，有许多时候他们真的选择另外一种，不照他们父亲他们祖先的做法，在当中得罪了上帝。然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上帝拣选，上帝特别祝福。因此我们看到在这当中讲到说，你的衣冠散发没药、沉香、肉桂的香味，在象牙宫里有乐师为你弹奏悦耳的弦乐。所以在身体当中，我们用了很棒的这些东西。我们看到有些人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在讲说他生活怎么样，住在豪宅当中，他们吃最好的食物，他们用上好的东西，用这么多的东西在当中过他们奢华的日子。也看到这君王也是一样，他在这当中能够去享受这最美好的一切。然而在当中也看到，这似乎也在如果象征着弥赛亚的时候，也来看这何尝不是为着耶稣的降生，为着耶稣的埋葬在做的。虽然这当中讲的是一切的华丽，但是也讲到说，在这里面所充满的这样的没药、这样的乳香、这样的沉香、这样的味道，何尝不是为着这埋葬来做的呢？所以在这当中用了这么多华丽的东西，而在当中也看到了，这也是为耶稣他所做的来做这样预表。所以后续讲了很多，好像是在赞叹着这君王的婚礼。
而也看到了教会与基督的关系。在你的嫔妃的行列中有各国的公主，王后戴着纯金的首饰，站在你宝座右边。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也能够去经历这一些上帝的恩典与祝福。上帝接纳我们，让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位置里面。君王的新娘啊，请听我的话，忘记你的本族和亲属吧。你的美貌会使君王恋慕，他是你的主人，你应该顺服他。所以当我们在当中愿意让上帝来带领我们，当我们愿意进入到这里面，我们也能够去享受这一些。当我们委身在上帝的国度当中，我们也可以去看清楚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虽然这样的婚礼的庆典里面，也让我们去看到，我们不再是往回看，而是去看到上帝的带领。上帝要将这许多的祝福，要让外邦的祝福也进到我们的当中，要让外邦的也在当中去看见、去见证，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，不再去看到那过去的一切，而是要进入到那新的生命里面。所以当我们洗礼决志之后，我们有领受这新的生命，不再是去看见那过去的这一切，而是有一个新的生命，在当中领受与基督的关系，领受这与天父的关系。因此在这当中看到的是生命的转变。教会与基督的关系，我们成为这肢体，成为教会的一员，也跟基督开始建立这样的美好的关系。所以在这当中有很多人会说，我嫁给耶稣了，也有一些人说，我的生命就在上帝的面前，不再是需要过去的这一切了。所以他接续在讲，在宫中公主多么美丽啊！她的衣裳用金线绣成，她穿着的锦绣华服，被引到君王面前，陪伴着她的宾相们也蒙引荐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，当我们能够这样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上帝，跟我们一起来的，也有可能也会这样的来经历的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他穿着这美好的衣服，领受这上帝的祝福。而在我们当中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家人是不是也一样如此，要被上帝祝福？我们看到这美好的一切，其实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也常说一人得救，一人信主，全家得救。所以当我们在当中与上帝建立这美好的关系，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。当我们被引到君王的面前，被带到上帝面前，身边这些人也要被引荐，也要被拣选，也要被祝福。所以他们都欢欣快乐，一起被引进王宫。而且后续，当我们照着这样做，上帝的祝福继续在当中。他说：“我的君王啊，你将有很多子孙继承列祖的王位，你要立他们统治全世界。我的诗歌要使你的歌声、你的声誉永垂不朽，官民要永远歌颂你。”所以在今天的诗篇当中，可以看到，在讲到一个君王他的处事，一个君王他的生命，一个君王他愿意怎么样来爱他的子民，怎么样来爱他的新娘，怎么样来爱他所接触到这些人。而这新娘她来到这个家庭当中，你进到这国度里面，有可能是外邦的，有可能是外族的，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家族，进到这当中也有这新的生命在这里面。而当这君王愿意这样做，跟着上帝的心意来做，上帝要祝福在这当中，而这新娘也要领受这样的祝福。所以今天经文里面在讲到是一个君王的生命，在讲到一个君王的婚礼，
也看到是一个教会、一个信徒的生命，是不是跟着进入到这里面？我们也常在说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我们跟基督有这样的关系。而在当中也讲到，教会是身体，基督是我们的手头，我们彼此是肢体。而在这样的关系当中，是不是也能够回到上帝面前来，去领受这一些？当上帝的祝福让接下来的这些子孙都承受这样恩典，而在当中这样的歌颂的君王，也歌颂着基督。因此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，当这样的诗人他用这样的方式在看见君王，其实也在提醒君王，我们要真的要照着上帝的心意，将这样的公平正义，将上帝的心意放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不再是用自己的想法，而是照着上帝，以上帝的公义、公平正义来处理这所有事情。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，上帝的恩典祝福在当中，祝福到万代。今天的经文在诗篇第45篇，让我们再有一点时间来回想今天的经文，来回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现在主，我们知道你不偏待人，你照着你的公义来对待我们。你要让我们照着你的公义来，让你的国度临在这世上，如同在天上。主啊，我们期望这个国家是你带领的。主也让我们在当中看到，我们要为这个国家，为这许多的在位者来祷告，让他们能够照着主你的公义来做这所有事情。虽然这当中大部分的都不是基督徒，但是我们也依然要为这个国家来摆上，无论是现在的总统，或接下来要继位的总统，或者是市长，或者是这许多的议员官员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唯有我们这样做，才能照着主你的心意来走，这个国家才会回到主你的面前来。主啊，你让我们成为那心腹，成为教会里面的一员，让我们在当中不再去看见过去的那一些。或许过去有许多捆绑，或许过去有许多的不公平，或许过去有许多的事情，但是你要让我们脱去旧人，进入那新人，因为
让我们在当中经历到主你的恩典，让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。主啊，你要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主啊，也要让我们在当中活出那美好的生命，在我们的人格，在我们的品格，在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所散发出来这些馨香之气。当我们持续在你的国度里面，我们身上也要散发出这许多这样的馨香之气，就像这君王在这样的没药，在这样的沉香当中，他所带出来的也是这样气息。当我们继续的在你的国度里面去浸泡在当中，我们身上也自然的要散发出这美好的气息，从外在从内在来散发出来。主啊，愿主你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就在当中生命被你改变，被你改变，让我们开始我们嘴巴所说出来的不再是那些恶毒的，而是许多这美好的赞美与赞叹，让我们生命活出你美好的心意来。主啊，让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散发出你所喜悦的样式来，不是做给人看，也不单是做给你看，而是真的生命从里到外的改变，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孩子。主啊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主你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读经、每一次的祷告、每一次的聚集当中，都经历你的恩典、你圣灵的同在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